港商人劉鑾雄同羅傑承涉嫌行賄前澳門運輸公務司司長歐文龍，本澳檢察院證實劉鑾雄同羅傑承涉嫌行賄同清洗黑錢，被刑事起訴法庭起訴，案件正移送初級法院排期候審。澳門刑事起訴法庭作預審之後，確認檢察院對香港商人劉鑾雄同羅傑承有關涉及行賄作不法行為罪以及一項洗黑錢罪嘅起訴，案件移送初級法院排期審理。喺香港，華人置業亦都宣布接到主席兼行政總裁劉鑾雄通知，澳門刑事起訴法庭已經喺預審程序正式受理檢察官嘅控訴，並且駁回基於證據不足而撤銷控訴嘅要求。喺終審法院審理前運輸公務司司長歐文龍涉及嘅第三階段貪污案中，劉鑾雄同羅傑承涉嫌以2000萬賄賂歐文龍，以換取投得機場對面5幅土地。較早之前，羅傑承曾經以證人身份來澳出庭作供，佢否認有賄賂歐文龍，而當時劉鑾雄並冇出庭應訊。澳門電視台記者林麗靚報導。